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6章，奉献头水的土产，恁承接上主，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来徛起的时，就对上主，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，将所收成逐项起头式的土产，摕一寡下伫篮去上主恁的上帝竞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，恁就去见值班的祭司，甲伊讲：我今仔日对上主，我的上帝宣认，我已经来到上主对阮的列祖立誓赏赐阮的地。祭司就将你的篮接去，下伫上主你的上帝的祭坛前，你着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，告别讲：我的祖先是一个世界流浪的阿兰人，落去埃及，伫遐寄居，人也少少，后来伫遐成做一个大国强、人也侪的民族。埃及人苦楚阮，欺压阮，强迫阮做苦工，阮就哀求上主，阮列祖的上帝。上主听见阮的声，看见阮的困境，阮的劳苦，阮受的压迫，上主就伸出大开力的手，用大搁通行的事甲神热奇事，带阮出埃及，搁带阮到即个所在，将即个老年甲密的地赏赐阮。当上主，你赏赐互我即个地起头式的土产，我已经带来奉献互你。了后，你就将遐个祭物下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，伫遐敬拜伊。你甲利未人以及恁中间的外族人，就因为上主你的上帝赏赐你甲你的家眷一切的福分来庆祝。特别到第3年，就是奉献1/10的年，就将一切土产的1/10分互利未人、外族人、甲孤儿寡妇，互因伫你的城镇通得到饱足。安尼，你通对上主你的上帝讲：我已经照你所命令我一切的诫命，对我的家将奉献的物提出，互利未人、外族人、甲孤儿寡妇。你的诫命，我无违背，嘛无袂记得。厝内有丧事的时，我无食奉献的物；礼仪上无清气的时，我无甲这个摕出去，嘛无将这个献互死人。我有遵守上主我的上帝所有命令我的话。求你对天顶你徛起的圣所压落看，赐互你的子民以色列甲你赏赐阮的地，就是你对阮的列祖立誓所互阮即个老年甲密的地。上主的子民，今仔日上主恁的上帝吩咐恁遵守这个规例甲命令，所以恁着尽心尽性切实遵行。今仔日恁已经宣认上主做恁的上帝，要行伊的道路，遵守伊的规例、诫命甲命令，搁要听叹伊的话。上主今仔日嘛照伊对恁的应允，承认恁做伊特别的子民，互伊守伊一切的诫命，搁要照伊的应允，互恁得到学乐、名声、尊贵，超过伊所创造的万族，互恁成做归属上主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。